你目睭医好起来，因为我要过来去找阮阿娘咧。你是要安怎入我地甲找恁阿娘咧？迄个县长，伊会带我去。县长，无咧兄，迄个县长是毋是有啥物秘密？秘密啊？无啊，并无啥物秘密，只是诚心。诚心？无毋对。只要我若有诚心，迄个县长就会甲我连成一体。迄个时阵，自然就会发出无限的威力。安尼，伊就会用带我去地外入口啊！师傅，请下罪。地主会来做寒冰水，是因为师妹火红红，被委员会上迄个开始发出护工所伤，所以用寒冰水滴在你师妹的目睭中，马上就服兵。遵命。注意啊！快去，什么代志？是啥物代志？师傅，迄面墙下有死人，有死人啦！一个死人。嗯。我看下啊。原来你无死哦！哎，阮惊一个。你莫给我抬，你莫给我抬啊！你这位小兄弟，你唔免惊，阮是拄好经过遮，无啥物歹意。你莫给我骗！我知你是区块链派来，只要你莫抬我，我敢记你一世人。哎，你这人真烦哦！甲阮师傅讲啊，阮是经过这个所在啊，打阮这行，敢有成会杀人的人？是啊，你看我目睭浅的，我免哪有可能会杀人？恁真是路过哦。无唔对啦，阮是想要来遮小休困一下，想要到煞计甲你吵起来，真歹势吼。安尼啊，无代志，我先来走啊。你这位小兄弟，哦，这个人哪会遐奇怪，啊无头无脑做伊走，下面说谁欠伊钱呢？这个人脚步真乱，我亲像互人吓惊着哦。我甲伊看起来，假使若无唔对，伊一定有性命去受到威胁的咧。师傅，就算讲真是安尼，啊人走就走啊，咱想要甲斗相共嘛无法度啊。伊行迄条路，迄个方向就是咱要行的路，对来去看卖啊。救人哦！我打到你！不要搞抬，不要搞抬啦！卖抬你，会用的。只要你将白玉镜交出来，我就放你一条死路。袂用的啦！啊，我无。我看你是无看到棺材目睭冤家，哇！唔通改落去，就会改观意思。两师徒，有话豆豆仔讲就好啊，无必要来动刀动枪嘞。哦，你有这个臭恶心，那什么什么样事情？出家人四大解脱，要讨有啥物营养事通管？只是杀人是犯着上天好生之德，民间可劝两位壮士落下留情。哼！就凭恁三爷想要做无像我老大的，对吧？回去含这黑心的耍他，啊，就这两招。这招是要你让我死！这位小兄弟，你有要紧无？感谢少尉救命收阮。小玲子啊，你哪头啊？哦，你手安尼轻轻滴一下，哎，两个甲拍走啊呢？那是因两个饭桶，毋是我搞。恁这两个饭桶，代志拢做袂好，啊？连这路财拢无法度通我搞我抬死，
搁有面子甲我走倒来？啊？老爷，你莫生气啦。若毋是半中途出现一个妖女啊，莫讲是一个，十个我嘛甲解决得掉啊。好，代志就无法度找我办。你有这大堆，枉费吼！我的心意，我的目的哦，就是要摕到迄白玉。啊，即摆迄白玉镜吼，叫第一家的罗仔偷摕去，安尼我的心血也就白了。老爷，我咧怀疑，迄个和尚甲迄两个查某，甲天下的人，敢有关系哈？敢有可能？老爷，这问小说就知影啊。小说可能知，嘛拄啊好，我嘛想要去看小说。阿弟，啥物人甲你绑安尼啊？啊？阿弟，这毋是你交代？嘿嘿，你听话拢听无，记放屁！是。啊，心肝啊，安尼我足唔甘的呢。来，我看卖有受伤无？啊？你敢搞我拍？啊？你免大只鸟口鸟气假好心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诬赖阮老爷，私藏国宝，将伊规家的人拢来害死。什么人唔知影你的目的？就是为着伊的传家之宝白玉镜。对，其实你讲对一半，你还佫有一半。啊，坦白甲你讲，你还佫有一半，拢是为着你实在有够卑鄙的！哎呀，那今仔日顶届我去地家做客时，我看到你啊，吼，我转来拢念念不忘。你唔免多孝顺，我就是死，我嘛袂来顺从你。哎呦，对，了解，我有诶就是时间，慢慢啊等着。我无相信你的心肝是偌硬，是偌铁齿。我甲你讲，我即摆爱来讲到另外一个人，你一定就是爱知影，对无？是啥？地金祥。哈？是金相兄？你是将伊安怎啊是？安怎？关心伊啊？啊那呢？伊即摆人是伫倒位咧？这句话是爱我讲。伊即摆人是藏伫啥物所在？啊，是毋是有人伫来斗相共啊？哦，原来你是叫我甲你讲，伊即摆人伫倒位是？无毋对啊！你也知影吼，甲我斗相共找到伊的人，叫伊交出咧白玉镜，安尼我放恁两个人一条生。会用的，我会用甲你讲，也毋过，我敢若会用甲你一个人讲。好，老爷，等下，较注意哦。这个死查鬼啊，可能用工具哦。哦，老爷，我两个将伊的手抓起来，变鬼。对，来，你啊，啊无你赶快我拍，紧嘞！白玉镜的下落去什？那呢？你的耳仔会较我来一个。哦。你即摆只是夹你的耳仔，假使若是有机会，我要搁啉你的血，揢你的骨。啊，嘿，金兄兄，迄个人甲恁害啊尔凄惨，啊，你若快去报官啊？报官？伊是权令呢，我去报官，我无自投罗网，袂用的啦。若是安尼，你即马准备要安怎做？我嘛唔知影，本来吼是阮老爷甲我讲，叫我紧早这白玉镜离开厝的啦。阮想我若是安尼吼，伊上某嘛袂对阮老爷下毒手。毋过，敢讲田老爷已经被害啊？是毋？无啦，也毋过吼，伊甲全部的财产拢去用充公去呢。什么？迄个区啊高官吼，伊就硬讲阮老爷是江洋大盗呢。哦，我知影。其实吼，你会应该逃走，也毋过你无安尼生做，是毋是因为小帅？无毋对啦，既然我知影伊咧唬嘢吼，讲安怎，我也无可能一个人逃走啊。哎，
我问你，迄块白玉镜到底有啥物用途？为什么会遐尼侪人为伊保命咧？这我嘛唔知影啦。啊，白玉镜就是白玉磨成的一物件，啊，普通时阵看嘛是安尼尔。啊，毋过吼，初一15的时阵吼，会用看到地角呢。什么？会用看到地角？这敢真实嘞？无啦，我嘛是听人讲的，我嘛毋捌看过啊。那安尼，迄块白玉镜借我看卖好？哦好。这小青，这尔贵重的物件，你千万得唔通勉强啦。无啦，我是讲迄块白玉镜，若是我用手摸看卖啊，我就知影伊的来源。我的确，咱用查出地价入口是为倒位来啊？哎哟，啊是讲吼，啊恁着拢好好啊人，啊想要去看地角咧，啊恁毋是啦，因为阮师傅哦，知影伊那尔伫地沟受苦，想讲要去遐救伊啊。啊安尼哦，啊若是安尼哦，无安尼啦。施主，虽然我是为着阮阿娘，也毋过面前无愿意勉强你。无咯，师傅啊，我的命是恁救的呢，我哪会甲恁当作外人啦？啊是讲这白玉镜吼，毋知是对师傅你感觉敢有帮助啦？哇，那这尔水，小心姑娘，无你看卖啦。是安怎是？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是安怎是？原来，这块白玉镜是魔界的万年白玉石。魔界？哪咧讲？地角毋就是伫咧魔界？毋是，因两个所在是无关系，只是为什么这块魔界的白玉石，哪会落在人间呢？师傅啊，我已经想过啊啦，这个白玉镜吼，我就暂时放喺恁遐啦。今暗时，我要来救小雪。啥物啊？你家一人要去哦？为着我即马无啥物牵挂啦。假使我若真正出代志吼，较麻烦你揸这白玉镜，赶紧离开遮啦。稍等下，英啊，我甲你同齐来去。去！苏醒！小帅，你别惊，我来救你啊！有安那无？你看伊，杨金惠，这枪拢来死查鬼啊！无，你这两个足大胆哦，敢来我这劫人犯啊？来啊！这个和尚就是顶回救走地金上迄个啊！啊，这个下日啥物来历？阿弥陀佛，面前莫辩。我若无晓唔对，面前这位就是当地的县老爷，屈成吼。你大胆哦！我的名是你咧画的哦，啊？你的名有啥物袂用画？屈阿成，你竟然敢甲小雪折磨到安尼！我即马甲你警告，你紧甲阮家老爷，也搁有阮放出去，啊若无，我唔免。啊无，你别怎？你去笑话你啊！你家己无看卖，你是条坏人内面的啊！你要对我安怎？要讲笑话，我看你吼，乖乖啊，把迄个白玉镜交我，我放一条生路。你免遐做梦啦！我今日卡来到这，敢讲我会讲甲白玉镜栽在身躯顶头？好啊，来，你上好去甲我抬死，你若甲我抬死吼，你永远得袂到白玉镜。老爷，既然白玉镜无在伊个身上，对，安尼一定伫迄窑路真相咯。老爷，不如咱就将计就计。
这块钱，这块钱。是啊，紧走，你紧走啦！我先行，行。慢点，等等，下了，慢点。对。你到底是发生啥代志？是我，你想吼，甲师傅吼，去迄馆里甲你下去啦。啊，伊即摆下告生吼，我叫咱两个人去行迄白桥行去解救啊。啊，无3天了吼，我要甲接受市场呢。到真是？是啊，咱即摆是要安怎才好？我即阵啊，毋是目睭青的，我昨日甲功夫拍到变白的。我看你还有啥本点呢？你这么脾气，你最好紧甲我放出，要若无，好，哎，跟我讲大声话，紧将白玉屉交出来，若无就解决你的性命。怎么安怎？你放心，哼，就骗你这几个。你是要走？你是要走？小玲姐，足奇怪呢，有招到你眼睛呢。有妖怪啊！有妖怪啊！有妖怪！你走啊！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苏雅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对这救我。唔免客气，你早知影我咧附近啊是？无毋对，小先生啊，伊是啥？啊，伊是我。规矩，苏雅，你有啥物要来做的？你放心，我只是想讲，咱两人的代志，无需要互别人知影。对啦，我又转去魔界，厝内含冰水。真是嘞，苏雅，那呢？你赶紧替我移除我目睭好。异地当然是爱替你异地。我交代你去办的代志，你敢有办好势？你是讲？你莫搁假，我要查这个县长的手艺。苏雅，你那就一定爱安尼做嘞。哼，不过我真是认为，来伫遐确保连去地府救出魔界800万人时，坦白甲你讲，若要靠伊，不如靠家己。只要我若知这个县长的手艺，我就当直接就去地府。苏雅，我根本就唔知迄个县长的手艺。你还想要骗我？伫咱魔界，任何一样法术拢爱有手艺，当然你附界嘛是共款。而且，我已经要指过这个县长，伊的威力根本无法度施展出来。苏雅，这个县长是佛开的物件，你何况那就一定爱安尼做嘞。红红，你若是唔肯讲，我是无可能将寒冰水交予你的。你红红，你就要想清楚。阿叔，你若是无法度服命，那你无然只有等咧斩首示众。苏雅，我真是唔知影。好，我搁等你3天。3天以后，我若是得病就走，到时阵你就永远会来失眠。若是无然，等你连跳落地。老爷，嘿，陪来安怎讲哈？我摕白玉屉交换3条性命，我阁算了算袂好呢。尤其是迄小帅，我足不甘。这哪有啥物问题啦？咱主要爱就是这个白玉屉，只要咱得到白玉屉，再搁踮这个四周围啊，甲保下天罗地网，我是为差死了人辈啦。爱你，想你，爱你不如将你变好。爱你，爱你，
变成好，相爱相爱。明明你是我啊唯一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叫人问东西，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啥人知？若想你分分分分自己，不想你真真真真伤悲。虽然深情放袂离，嘛着做一个理由，安慰我家己。啊，爱你袂着，祝你幸福。爱你袂着，祝你幸福，幸福过。